为今日日开始，指挥中心将65岁以上的老大人纳入快筛阳性视同确诊的第4类的对象。同时呢，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防疫这个急门诊正式开始啊，拢是采用这个网络的注文，一天有400名额，提供快筛阳性而且有镜头的乡亲会使家己去采检，并且由医师看诊了去领药啊。不过，针对65岁以上快筛阳性的老大人，是要去台大这个疫病门诊挂号，一天有200名额。 酒精对头到脚，还有车身到车尾，全部拢爱喷。快太阳性的民众坐防疫客停车，一透早先来到台大头一摆开设的防疫急门诊。为了因应大量的确诊人数，现在台大呢也加开了防疫急门诊了。民众呢只要带着快筛阳性的检体来到这里，就可以做 PCR 的采检，也有医师帮你一起看诊。 有民众家己骑机车或者是用行的来，400个名额拢总伫网络挂号，民众阁会当直接领互镜头较好的药啊。一旦 PCR 是阳性了后，会提供视讯的连接伫线顶看诊。不过，你若是有符合指挥中心公布的65岁以上时段快筛是阳性，安尼就要到台大开设的疫病门诊。 会执行一个医用抗原快筛，并且我们医用快筛是会直接登录上传到健保云端，都知道说曾经有这个确诊的记录。这个长者他需要把这个快筛阳性的检体，那放在这个夹链袋里面，那把它收存好。那如果也得到了这些法传的编号之后，没有一些风险的情况，那另外有没有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？那如果都可以确认，那我们想我们当场就可以给药。 而且嘛，针对时代用药的状况和病情开配水的口服药啊，按算疫病门诊一天会使有200名额，上济开设2个线道，包括2位医生在内，总共大约30位医术人员为民众服务。提醒要看诊的时段，一定要记得早快筛检体，还有健保卡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